由此按照分享大家头9點半準時來收看客家新新聞，我係葉麗玲。今日係禮拜日，大家還記得冇？頭禮拜當中呢，針對嘅武漢肺炎新型嘅疫情，禮拜當中就有3日國內係維持無增加嘅確診案例。不過呢，就頭大家知道講，有3日都冇新增加確診案例，係唔係對台灣來講，一下疫情又嚇大又嚇緩下來嘅？不過呢，籌備了下周嘅時節，指揮中心就出來公布，講一下新型嘅案例來到為398個，也就是新增加3個確診案例。日來對事態報紙來看其實，先來看到嘅係蘋果日報。籌備新增加3個確診病例，就是我國的國軍，還有係海軍嘅3個確診病例，都係同嘅國軍海軍地位度。故數嘢也係我國，係唔係國軍下有防疫防唔到嘅素材。係個3個呢，出來講有2個係原教生，韓國有1個係嘅喪屍嘅屍幹，3個人下頭盤沙間當過出現了3個確診案例。故數呢，現時大家就開始研究講，係唔係下國軍，也為成為講我國下本來講疫情要下控制下來，才有防疫防唔到嘅素材。故數大家知道講，真奇怪，國軍下呢地位度，比如講盤沙間當過，有我國超高規格嘅醫療設備，唔過當過韓國頭航行嘅過程當中，因為有個冇發現有確診案例嘅素材，故數要當到，籌備指揮中心出來公布講，下又有3個確診病例過後，國家就開始滅唔結，知道講其中有千奇怪嘅素材，比如講呢，個盤沙間同銀行嘅航行訓練當中，個特日醫官就會回報講，上監控大家抗檢的情形都係非常正常，故數呢冇發現有乜嘅無症狀嘅情形，特別韓卡唔是講係個有確診案例，故數大家就開始滅唔結，因為回報中來嘅都講係清正常，唔過前面就出現嚟像安尼3個確診案例，有千多千奇怪嘅素材，先嚟看一段新聞報道，再個轉來同大家繼續來分析。我國海軍同佩廖副總統領導人向下討論國旗同軍艦前協商，一種中嘅相片，記錄我國海軍都冇干脆安靜從解中。之前宣誓完成佩廖訪問嘅節目，冇想到軍艦離開佩廖，到海空天頭32條後，才傳出有3個人確診武漢肺炎。我國新增的3名境外移入的個案，皆為軍艦上的實習學生。中央旅行之前指揮中心講，新增加嘅3個境外3個案，都係軍艦同解涉事開展大強姦。按396套審議要投拿切，被告唔正常得到鏡頭，新聞下上仲冇卡掉後基本之情況，17個200起之間，正如之間才檢突破。按397同按398，未能投下上前就有被告唔正常嘅問題，17自家基本之情況了後才檢突破。我為之前指揮中心面強調，下晝5點既然小轉3台軍艦，總共700萬個人，投資嘅檢疫所來做隔離同採檢。那入住檢疫所，我們預計今晚我們大概要漏夜的採檢，到今晚採檢完畢，那希望明天能夠把檢查的結果能夠出來。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任務，我們都有派隨艦的醫官，並且是派遣是有關胸腔內科跟這個一起有相關專長的一個醫官，然後也律令他每天要定時給我們回報船上所有官兵同仁的健康狀況，但是很遺憾的，就是在他傳來給我們的報告裡面都是正常。唔過來看3個確診病例嘅發片時間，當喺拖下船之前就要達到鏡頭，咁要暗坑唔同步。國防部係講唔話按嚟協派上，後續行為嗰組一條來釐清。客家新聞網約順2片特別報道。籌備呢指揮中心來公布出，下國內新增加3個確診案例，幾條呢係托海軍，也就係敦睦艦吹風來參加實習的軍校生，韓國有1個呢也係喪屍嘅屍幹，3人一下就逼出3個確診案例，不過呢只有嘅航行嘅過程地位度呢，家下沒看到哦。國防部嘅人士記者又出來講，其實呢上監控沒有疑管，我頭暗藏嘅事件當中，疑管用冇發現咯。對蘋果日報整理嘅3大問題，來看下詳細地位。
佢哋會度講三大問題，第一則就是由國內清好醫療設備嘅盤殺監，也讓為冇用到一條設備和簽名來驗驗出，冇驗驗和個簽名識別出嚟有確診案例。另外呢，第二個就是講船監方發生嘅乜嘅事情，醫官實係當年都回報講當正常啊，完全唔知也係有確診案例出現。另外第三個。前一波嘅上禮拜，一個海軍參謀長呢，佢同立法院批准家下，佢就講官兵所有嘅抗檢都係清正常，冇問題。不過呢，簽名是逼出200嘅3個確診案例，因為有安尼嘅情形，實在本大家咩唔記。另外呢，有3個一個車道嘅確診案例，係啲那片車道嘅，韓國本馬薩車道嘅一檔重要。韓國呢個係第一個新聞條度我就看到，有一條係2月20日上去船監控，不過都也下哦，你看，今邊幾個係4月19日，為2日才發現出來，原來係那片有問題呢，係唔係去一個船監去到我國的油幫拍掉嘅時節，頭一個。拍掉嘅時節本人車道，也係同船監控就有無證條嘅人呢，也係大家當上愛啲。故數呢，一個拍掉喎，其實係先講到啊，一個拍掉，我覺得要幫拍掉呢，佢咩唔記講，上來因為來到拍掉，一下剎車道一個切片呢，佢一條咩唔啲，唔過大家還記得冇？3年嘅時節，我覺得要幫拍掉，卻因為一條檢驗嘅能量唔拉，故數就貼片。等來簽台灣同佢天數採檢，故數係唔係一個拍掉嘅檢驗能量唔拉，故數呢以為確診病例實無簽到，又咪係可能其中一個原因。韓國呢有專家就表示講，一下船監控係唔係早就有可能一個切片車開來嘅，佢咩來形容哦？佢講專家小片呢，盤殺監強派出會搶一個專殺公主號，船監控已經有動到超過130人車位到嘅。故數呢也係蘋果日報同大家整理嘅一條奇怪嘅素材，本大家只能講冇辦法攞佢丟起來嘅素材。今日普我記出來看到嘅係聯合報。頭版頭條當然咪係關心3個確診案例，韓國呢，你看到一張圖，長一櫃台證人呢，佢一條就係初半夜，差唔多到臨暗暝5點嘅時間，5點以前，一個指揮中心韓國國防部呢就緊急同船監控實接觸到位730人，全部喊到咗來，愛做乜嘅呢？所以愛一來採檢。係唔係要同3個確診案例實接觸？冇錯，係唔係會有其他無症條？接下來會繼續發現。故數籌備人連啱尾以前就同大家超多轉來，見本人請假就會公布一個採檢嘅情形咧。韓國人來看到喎，也係人家總統蔡英文，因為呢大家就爭議講。蔡總統就頭先嘅初9幾日，船監轉來嘅時節，蔡總統實際到公船來迎接，係唔係一下就連蔡總統咪會有一個感染嘅風險咯？大家知道清正義，故數呢 ，NDR 圖方未看得到，一個總統府就表示，蔡總統呢冇上去船監控同大家來迎接，係其他安船，也就係拖公船同大家但將係約束天天，故數呢係表示講並冇安呢。感染嘅風險，韓國一個盤殺船監當局嘅一個軍官，韓國軍高層呢，大家咪係帶定做嘢咩？同船監控同蔡總統安尼演呢，約束天天。故數呢，那個總統府表示講冇感染到嘅風險。唔過呢，籌備嘅蔡總統咪請罕見，佢同面書後呢就發布為限時動態，韓國來下文章表示講防疫就像作戰用嘅，總唔得有任何防唔到嘅素材。故數佢咪提醒，接下來會韓看嚴條來做好防疫措施。今邊請假一條700人嘅一個原告層超到中來過後，就會日來採檢，係唔係今邊會來公布呢？未請鄉親朋友繼續來收聽。一個總統府呢，佢就表示講，3個人都有知道，都有發現講美國、韓國、美國唔正常嘅情形。故數呢，咪當有可能係感染到嘅強襲病毒株。也係見本人呢，3個新嘅確診案例，本大家知道講當初講
先前的情形，每位图下组指挥中心继续来同大家来公布来说明。喺我除了也以外呢，其實也事態報紙還係有其他關心嘅重點。因為講從26日咧，禮拜2日，你要安排去那篇老了冇？因為看到聯合報下背一篇就講到26日咧，係唔係大家就係因為禮拜有3年都係冇行政卡片哩，故所大家知道講，疫情又黑的。我想我去被研究想我出去行聊聊誒，還個26日咧又好了，故所大家一下就走出去，係唔係海太人呢？再過嚟提醒大家防疫做唔得，辦事海太愛請強心。像後邊呢有當到景點就出現呢人夾人的情形，就看到也係也嘅也是誒。還有其他像宜蘭縣就係鄉嘅五峰區、風景區，後邊頭早晨8點半就發現呢。實在降落嘅當人，故所停電就宣布大家做唔得繼續落去嘅。特別是在部分市區通不嚴，左邊就有幾萬3人次入園。桃園太海路嘅一片未降落嘅3-4千嘅人客按到。韓國呢實在有當到嘅民眾嘅都去講，去往路嘅，去往夜市嘅當然啊，就要愛食東西、飲飲料。故所知道講大作業咩？當唔呢片，係唔係就同作業咩拿下來，就將當然拿位同樣嘅作業咩拿到下馬個一片，知道講按你食東西、飲東西當呢片，唔過也呢就有可能會造成防疫防唔到嘅素材。喺我哋嚟對一嘅新聞條度，同大家嚟整理，先嚟看到台中太行一片風景區，韓國普通呢籌備咩要當。有當然，想要去客棧，喺個客棧的時節就想要買東西，大家開始來吃食。唔過呢，一下降落嘅當然，台中市政府要開始派人去到幾片來提醒大家，要做好防疫，要十分強心，也係圖聯合報針對一個防疫有海太嘅用嘅，提醒大家做唔得，聽錯要強心的位。接下來，中國時報。因為同酒店看到一下背中國時報一片第八度呢係講到亞博嘅台灣嘅防疫效果、防疫嘅成效，也下呢 WHO 世界衛生組織係頭一擺來講，台灣嘅防疫做到唔會難，第一擺來陳述。韓國呢雖然講你看到內文一片。WHO 公共衛生緊急計劃執行主任來言，佢就講台灣公共衛生做到十分好，聽錯愛好好來陳述台灣。韓國呢，台灣嘅疾管署、亞派嘅 CDC 投入嘅防疫作為按度物嘅，就做得同樣嘅疫情防下來、凍下來。韓國台灣。韓國 WHO 當地同台灣為納入技術網絡嘅內容當中，按你台灣就唔但搶做得來分享貢獻，還做得對 WHO 來尋到新嘅知識。唔過呢，我講到係唔係做得台灣用按呢防疫防到清好嘅角色來加入 WHO 呢？也部分呢 WHO 係冇講，故所呢佢係三開也嘅話題，三開。也嘅講，我國愛參加 WHA 嘅也嘅話題，也係中國時報下播一片來關心嘅素材。繼續前面我來看到嘅係自由時報。自由時報呢嘅頭版頭條當然係講也嘅3例確診案例，有嘅記住講國軍係唔係也下呢要防疫防唔到嘅素材。我來看到下播一片有關經濟產業嘅部分，老嘅拗下來。第八度呢就係講到因為亞團防疫期間，有當到嘅從防護衫、韓國品質，也就做嘢咩愛生產嘅當到東西，韓國貴嘅產業鏈唔但搶品質嘅一部分。唔過呢，各國就開始發現，係唔係先前生產嘅也就重新都係睇偏向中國，睇意思中國愛生產，故數一下停下來，中國嘅疫情踩到案例去，產業鏈停下來，實使至到全世界一下。停電速度影響，故所呢，美國、日本、歐洲都表示講實下來，想要來催通企業對中國撤離，就唔會睇意思中國工廠來生產。故所一下呢，各國開始愛催通去中國化，政府就變得預算愛同企業來聽部分的產線對中國再多本單價嘅為母國來生產，非常係減少同中國嘅經濟合作。我哋看到一片。
中国嘅商務部發言人高峰16個人記出大拍講，疫情對世界嘅經濟還有全世界產業鏈產生了短期動態嘅影響，接下來會也對中國嘅外企整體造成一定嘅影響。唔過佢否認會出現大規模嘅外資撤離，也係中國也都對亞洲情形所做嘅預測。唔過接下來各國會有另外嘅措施來應應亞擺，特別向中國生產嘅亞洲通脹呢。接下來咪會記下陣嘢繼續來看。今邊早晨呢，客家新新聞看報紙時間，就進行到鴉片呢，應該還有講到喎。也嘅今邊呢，指揮中心有可能會來公布，籌備同樣730軍校生韓國軍務人士很多轉來去採檢，係唔係會公布結果呢？咪將詳情隨時來收聽。韓國呢也嘅最後尾主文嘅部分，提醒大家，今邊意思因為呢，上外也嘅要求韓國衛生所謂人員唔好按開。本家都要遵守一下，嗰個今邊意思要求韓國衛生所就唔會繼續賣嘴嘅咩，係禮拜年嘅時節。嗰個係講想要賣嘴嘅鄉親朋友，就得先等一下，冇就用名錄、書記嘅一種主文嘅方式，唔好切假去到一個要求，或者係衛生所，按呢可能會大空訴轉。提醒大家下晝2點，聽聽客家新新聞，繼續來關心新鮮嘅疫情發展。再會。